来继续来看美国小马联名世界青少棒竞标赛，8月初9要开始来比赛。代表台湾的台南队已经到美国，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亲身来接待这阵来自台南故乡的小球员。 大家拍扑拍，迄个查甫人高速显露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穿招牌披衫绣花，为楼顶正经行落来，要来接待来自台南的棒球小将。黄仁勋真亲切，直接伫咧美国辉达总部大厅，和选手伫咧双接球展现亲和力。两边拢用台语伫咧开讲，球队嘛送去来自台南各乡味的沙白鱼灌面礼盒，大家同齐翕相留纪念，选手拢足欢喜。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台湾人的热情。 2024年美国小马联名小马级世界青少棒竞标赛，会伫咧9号到14号，伫咧美国宾州华盛顿市上场。由台南队赢到台湾代表权，嘛对着亚太区国家代表的资格参赛。伫咧美国时间5号，前往辉达总部参访，和黄仁勋同齐喊台湾加油。他就利用开会空档的时间下来接见我们这些小球员，大家都非常惊讶，也非常高兴。 台南市代表队第一场赛事会伫台湾时间11号下晝5點開始戰，希望有黃仁勳的祝福，過關斬將搶頭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